语真连长，愈讲愈连长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我小杰。咱有一阵啊，一定无因为风台爱伫厝休困，无去上班。也毋过吼，最近因为迄个客米风台因为强度足大的，所以县市政府就开始放假。有的县市吼是放2天，甚至有的放3天。虽然讲吼，大家伫厝边，也毋过较毋甘的嘛是讲吼，有一寡乡亲哦，可能去有物件弄着啊，啊无就是讲吼，伊去有水都市啊，啊无就是去有迄水泵山缀伫咧。下骹，像讲吼，伫咧华联啊，有一口罩，因真足衰。咱会使对即个网络顶关于提供的影片看到吼，因兜的轿车原底是插在路边，啊，毋过咧伊边啊，会大楼的楼尾顶都有规片的铁片啊，都强要去用风掀开。啊，而且路尾啊，伊的顶悬的枪管啊，都规个摔落来，啊，弄到迄台轿车内底坐妈妈，都安尼过往去啊。啊，伊迄个后生咧，嘛是受到重伤，即马阁爱治疗。赛车的爸爸即马嘛是较久着伤，而且吼，伊阁爱面对因某过身的事实。虽然讲吼，咱早就考劝大家吼，伫咧普遍的情形以下，咱唔通伫风台天的时阵出去外口。也毋过吼，有一寡人就是讲吼，伊风台天嘛是爱做工课，像咱今仔日即个意外过身的即个妈妈，伊本身是一个护理师，啊护理师伊无法度，因为讲吼风台天就甲病人可能无爱照顾，所以伊嘛是爱去上班。啊因翁后为着要互因某较安全的当倒去较厝，所以伊就开车去接伊下班。啊，搁有就是讲伊无法度甲伊较少岁囡仔放伫咧厝内。唔只讲吼，因规家伙啊做伙塞车出去，啊因要倒来厝里时，煞无丢地去拄着这个意外。啊，毋过吼，咱就要来看讲，是安那即个楼仔厝伊顶面的墙柜会规个崩落来咧。即栋厝啊，伊1989年就已经起好啊，而且吼，顶面的即个违建的部分嘛，已经存在啊，是尾啊才袂互后来厝主，才搁说服在地迄个饭店。即个华联的即个建设处，即马已经在调查即个违建的部分，到底责任要互谁？啊，毋过咱今日主要要来探讨的是讲吼，媒体在报道即个事件的时阵，伊敢有去调查讲，即个影片啊是讲伊报道的内容有符合事实无安尼？一开始吼，一寡主流媒体吼，伊咧报道即个事件的时阵吼，刚刚看即个网络的影片尔，伊就伫标题顶悬吼写讲吼，因即口罩是风台天出去佚佗。即使吼别个媒体嘛对咧报道，网友看到即个新闻吼，就伫遐开始口说，煞毋知影吼，当事人伊毋是因为因出去佚佗哦，像咱较早讲的，伊即个过身的妈妈，伊就因为伊是护理师，伊就爱去上班，所以因翁空囝吼，较会塞车要出去甲载。总会知影讲吼，伊带去有天落落来迄种壁倒吼，去有迄个牵着，啊牵着车尾安尼，车后斗安尼。即个经验就互咱知影吼，无论是大媒体还是普通人吼，若是看到一项消息，毋是咱亲目睭看到的嘛，毋是咱亲耳听到，咱是得到一个画面尔，咱就应该针对即个画面，就去做报道。其实有一寡媒体吼，上无因拢有伫因当报道错误的时阵，伊就出来道歉。也毋过有诶，到即摆还要出来道歉呢？坦白讲吼，这是比无查证报道，搁较互人切心的代志。虽然讲吼，咱做观众、做读者，本来就会对媒体放互咱的内容可较信任，啊，毋过咱平常时嘛是爱真少看，就是咱爱去注意讲报道内容对倒来，所以咱毋通吼看到一个囝就生一个囝安尼，咱就是莫做即款生言做牛的代志。你无法度查证的时，你就先莫讲话嘛，特别对当事人造成二度的伤害。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。是，那回这时间继续收看《台一真连长》，拜拜。拜拜。